而家同大家介紹一下咧醒獅開光儀式。一個新嘅獅頭翻到嚟咧，佢極其量只係一個製作精美嘅工藝品，佢一定要經過呢個開光儀式之後咧，先至可以賦予佢靈性，俾佢嘅生命力。咁咧喺傳統上面咧，醒獅開光儀式係非常之隆重嘅。佢係一定要請一啲社會上面有名望或者一啲嘅前輩、德高望重嘅前輩嚟主禮嘅。咁樣醒獅開光儀式咧，包括幾多方面咧？就包括有祭祀啦、辟邪啦、參花掛紅啦、點睛啦、灑淨啦，跟住要起舞行三跪九叩之禮。咁樣咧，一般佢開光咗之後咧，個獅子咧用個技法咧就會用雙鳳朝陽。雙鳳朝陽之後咧，到佢最嬲尾之後咧，就會自轉一圈，自轉一圈咧就表示一團和氣。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舞法。咁啊點睛有啲咩用品咧？就有老薑啦、朱砂啦、新嘅毛筆啦、神紅啦、狀元花啦、碌柚葉啦。薑點解要用老嘅咧？因為老薑嘛，薑係老嘅辣。咁如果咧喺一啲舊式裏面咧，聽一啲長輩講咧，仲加會即場咧揾一隻紅雞，將佢殺咗隻紅雞之後咧，揾啲雞血就撈埋落啲朱砂，擺落嗰嚿薑嗰度，先進行個點睛嘅。咁樣咧可以增加佢嘅辟邪嘅能力。咁喺現今個社會咧，就越嚟越進步啦，嗰個生活節奏亦都越嚟越快啦。咁所以開光嘅儀式咧，而家係越嚟越簡化嘅。咁啊，只係摘取佢點睛嗰部分。咁所以而家好多時都講醒獅點睛，醒獅點睛。其實醒獅點睛就係以前嘅醒獅開光。咁但係咧喺個舞獅嘅人嘅心目之中，始終都係認為咧一棚新獅咧一定係要經過呢個點睛儀式，或者經過醒獅開光嘅儀式嘅洗禮，先至可以賦予佢嘅靈性，佢先至係一個可以鎮宅辟邪神聖不可侵犯嘅聖頭。咁所以醒獅開光儀式或者醒獅點睛儀式歷久不衰，到而家都一直沿用落嚟啦。醒獅開光儀式現在開始。一、上香，請遠愛武師傅主祭。請潘敬文師傅上香。二、辟邪，請潘敬文師傅主禮。三、簪花掛紅，請潘敬文師傅主禮。四、點睛儀式，請遠愛武師傅主禮。一點鬼神經，左眼睛，右眼明，風調雨順，驅邪扶正，天柱橫梁過，
有成又有利。四爪紅劍，步如飛。獨角擎天震山川，一筆由頭好到尾。獅繩精明，威力無邊。禮成。